界造成2个消防员拍火殉职的新地28站楼悬的社区，嘛引起超关大楼救灾的讨论哦。来看高雄市，目前是有52米的分推车有7台哦。按算讲，伫135年会阁买1台有70米的分推车，大概是有20外站楼悬。消防局嘛强调讲，关楼救灾其实上重要，嘛是爱看大楼家己的消防设备。 消防人员甲拍火衫并搭拢穿好势，阁有上重要的空气干扰排列，这是消防员拍火基本装备。最近因为新地的火灾，大楼拍火问题全国拢真重视。市长陈其迈是到消防局来了解大楼火灾抢救的流程，盘晓高雄市分推车的状况。目前52米的分推车有7台，32米的有20台。认现场的状况，看他报案的是几楼层，然后有待救者在几楼的部分。然后目前我们成功分队的云梯车是50公尺云梯车，它的最高到的楼层大概在14楼、15楼左右。消防局表示讲，目前台湾是以30米的分推车为主，起降会当到10楼。针对高站大楼救灾，大楼消防设备是上重要的，包括夜水排烟系统等等。 拍火兄弟第一时间到现场，才会当结合消防设备来救援。若无70米的分推车遮尔大台，起降空间爱搁较大，有足侪限制。注重伊的本身大楼家己的消防设备，比如讲11楼以上伫消防，伊内底个要求讲爱有自动洒水设备。 爱去强化自己的防护能力啦！伫建筑的法规内底，伊嘛有特别要求讲，伊要有紧急升降机到现场，阮消防人员来用这紧急升降机。过去高雄市保有1台70米的分推车是已经退休，消防局表示讲，已经向中央争取到经费，按算伫135年会新买1台5800万的70米分推车，来提升救灾效能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